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密，听声音听下来，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功夫兩個字，一橫一直，坐機房地咯。这是王家卫导演拍了10年的功夫电影《一代宗师》，由梁朝伟饰演叶问师傅所说的金句。再來，一支穿雲箭，千軍萬馬來相見。你要講那個廣東話嗎？這個我沒辦法，但我可以接下聯。可以。你等死吧！你别走啊！你买棺材吧你！这是周星驰大成之作的电影《功夫》，剧中周星驰饰演的小混混阿星冒充斧头帮跑到贫民窟猪笼城寨去敲诈，敲诈失败，被武功高强的包租婆与村民打得落花流水，只好手拿着炮竹说出这句金句，希望能召唤斧头帮到来。包租婆根本不怕什么斧头帮，就说了一句：“你等死吧！”有没有酝酿那个笑声？有，要3层。对，江湖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你这是演布袋戏吧？这是让歌神张学友荣获第27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电影《笑傲江湖》。唱，我们一起唱，沧海一声笑。这是监制徐克以大量的特效以及剪辑加快了武侠电影的节奏，也让武侠电影有了新的气象，在当时是获得热烈的回响哦。各位朋友啊，我跟凯翔在开场讲了这么多经典台词，有没有发现这些金句都是我们东方的动作电影的代表作品所摘录出来的？没错，这些耳熟能详的金句哦，雄心太嘎嘞，一定都不陌生啦。像刚刚一颗梨子姐姐说的，而且特别强调东方动作电影，这是因为一般说到动作电影，都会直觉的想到西方啊，或是好莱坞的动作片系列，像是即刻救援系列 ，I will find you。I will kill you， 还有不可能的任务系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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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 Impossible，Yes， 还有007系列，噔噔噔，不错不错，有像哎，还有这个玩命关头系列 ，When I see you again， 蛮好听的啦，你真的很配合哎，还有这个捍卫任务系列。Eye for an eye, a life for a life，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哇，好棒哦！没错，这就是凯翔说的这个。一讲到这个西方的动作电影，就会想到这种动作系列，就是上面那一些，对不对？对。但如果是好莱坞的动作系列，诉求就是要精彩刺激，所以啦，少不了一连串像军火展示啊，还有那个特技演出。最经典就是什么飞车追逐啊，或是那种激烈的爆破这些大场面，因为呢，要让那个观众朋友看的时候肾上腺素飙高，所以啊，每次推出的时候，观众都在期待有没有更华丽、更激烈的爆破或是打斗特效的场面，所以剧情的设计啊，就会相对的单一。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大多会有正义的一方用以暴制暴、诉诸暴力的方式对抗邪恶势力，解决一切的问题。没错，但是呢，我们东方的动作片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的更厉害，我们的动作片呢有分成武侠片还有功夫片这2大类，没错，而且武侠跟功夫是华人独一无二的文化，反映给原创 IP 哦。对啊，现在超级注重原创 IP 呢，这就是我们的原创 IP。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好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东方的
动作片，怎么办？每次讲到这都很想要咻咻咻咻咻咻，锵锵锵锵锵锵，对对对，想要自己加特效。我们先来说功夫片，好不好？好的。功夫片你知道的有什么？黄飞鸿。对。哦嘿，面对万重龙。好厉害哦！听得出来是客语吗？听得出来啊，很棒哎！没有，原唱是广东维，超出我们两个能力范畴。另外呢，就是有钱住客栈，没钱睡街上的马永贞。马永贞，还有霍元甲，嚯！再来呢，就是我要一个打10个的叶问。哎呦，我真的很喜欢叶问系列耶，上面的那些我也都很喜欢啦。好的，我们说功夫片嘛，对不对？功夫片呢，它的时代背景呢，大多是在清末民初，主角会用身体当主要的武器，也就是身体就是武器，所以要强调就是功夫这种格斗的风格，有没有？会依照剧情需求演出这种扎实的舞蹈、武术招式，像是李小龙，不懂。成龙，可以，洪金宝，李连杰，嘿，甄子丹，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甄子丹走出拳，他没有出声音，他是走动作这样就出拳。有，我希望你那个动作声音有录到。这些功夫巨星啊，全都是扎扎实实的真功夫。对，而且呢，每一位呢都很有特色哦。就像刚刚一颗梨子姐姐说的，他们都是扎扎实实的真功夫。所以呢，这些功夫巨星呢，跟好莱坞的动作片巨星是无相用的。给他有真正的这个后亚的武打武术，他们是真的有这些武术的底子哦。像是被誉为最灵活的胖子洪金宝，音效。对，他有着深厚的跆拳道还有咏春拳的底子，没错。另外呢，还有曾经拿下中国武术大赛5届冠军的李连杰。哇，李连杰是我偶像哎，你只有那边嘿而已。从小他就学习少林拳还有太极拳。那另外还有曾经在美国武术比赛中获奖的甄子丹。有声音吗？有，你刚刚那个面纸挥的还不错，有风吹的声音。对，所以功夫片的主角们演出的打斗环节，就会根据他们所学的真功夫来设计啊，因为这样动作上才会更流畅、更灵活。你刚刚有说甄子丹嘛，所以甄子丹演起叶问啊，招式有模有样，帅气十足。好的，目前为止是功夫片，对不对？那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东方动作片的种类，就是武侠片。真的，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一直很想要自己做口技耶，很像在口技练习哈。对，这类型的电影呢，有武侠文学做基础，发生的场景通常会在古代，有自成一套的世界观，而且武侠电影的主角一定要有侠客精神。我们说的不是 NBA 的侠客 O'Neal 哦，你真的很有梗呢。Of course 。好，说到中国侠客的历史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国家通常都动荡不安嘛，战争不断，所以当时就有一群人啊，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游走天下，四海为家，而且啊，仗义直言，帮助弱小。哇，我听了都觉得这些人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侠客。而且我跟你讲，侠客没那么好当哈。有句话说，武不侠不立，侠不武不成。意思就是说，侠客除了要有侠义之心，也要有武术之身，也就是侠客跟武术密不可分。侠客们的功夫武功要很高强，那是一定的，因为江湖这么险恶，没有武功怎么可以呢？所以武侠电影就会有3大特色。第一大特色，主角都是侠客，剧情都会设计主角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是为了复仇只好面对险恶的江湖啊。为了要行走那个险恶的江湖，就不得不说到武侠电影的第一个特色，那就是这些大侠在江湖上对抗邪恶势力的时候，要搭配绝世武功跟很厉害的兵器，但是
武侠片不像功夫片嘛，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说，功夫片的招式是要建立在务实的武术招式上，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武器，有没有？但是很多那个武侠电影都改编自武侠的小说啊，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主角的招式啊听起来都非常的威风奇幻。举例来说，我相信各位听众都知道降龙18掌是丐帮最重要的正帮掌法，以威猛力道称霸江湖，可说是天下第一掌法。对，这个掌法呢，也有出现在经典电影《武状元苏乞儿》呀，底 boy 哈。第一是亢龙有悔，第二是神龙摆尾，第三是黑龙偷心，双龙出海，见龙在田，龙飞凤舞，飞龙在天，虎虎降龙，缩龙成雀，龙蛇混杂，龙的传人，龙凤呈祥，龙马精神，望夫成龙，杀龙有悔。不过呢，这周星驰只演到第15掌，所以我现在也只会到第15掌。谢谢。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凯翔掌声。好的，祝大家龙年行大运。龙年行大运，猛冲！好啦，算你有诚意啦。再来还有那个啦，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如来神掌。第一是佛光出现，第二是佛问伽蓝，第三是佛影纵横，第四是佛动山河，佛光普照，金底佛灯，天佛降世，佛法无边，第九是万佛朝宗。哇哈哈哈哈哈哈！我还记得我看的版本是刘德华演的《大侠爱吃汉堡包》，纯正牛肉吃得饱。你会接？这个我有看啊。好了，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绝世武功之外，还有厉害的兵器哦，像是倚天剑、屠龙刀、降魔杵、波斯9连环。哇哦，有9下吗？好像有我觉得蛮像的。有，你的杯子跟你的叉子还蛮不错的。这些兵器的招式读起来真的很过瘾但是要把这些兵器从文字变成影像，让大家在视觉上、听觉上都能非常的享受，就是大考验咯。所以呢，这跟武侠片第3大特色很有关系，那就是透过声音来强化打斗的氛围，而且这些刀枪棍棒的音效啊，堪称武侠电影的调味料。就拿侠客最常拿的剑来说好了，剑，好，一把好剑出招的声音就是剑的灵魂。大侠配宝剑，不是补宝剑哦。但我希望是补宝剑。好啦，大家可以想一想哦，好剑出招的声音会是什么声音呢？而且侠客啊，常拿的剑有长有短，有厚有薄，款式都不一样。打斗起来的声音呢，要完全没空用，完全不一样。所以许多导演是费尽心思一直改良剑的声音。举例来说，早期的剑是这种声音。到了徐克导演在监制武侠片时，强化剑的声音，特别将金属跟空气共鸣声结合，大家躺空啊！是不是听起来更有杀伤力呢？还有掌风，你想不想加风声？好，有。内功这些抽象的招式都会透过音效的设计，让观众看武侠电影时大呼过瘾。不是火锅哦。你很烦刚才讲了这么多武侠电影起源跟背景，今天要介绍给观众的必须是经典中的经典。猛操就黑李安导演所执导的武侠电影《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我们要来好好说一下这部电影。这部华语武侠电影在许多国家成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外国电影。赞！重点是在奥斯卡奖项获得10项入围，是史上首次入围奥斯卡奖项最多奖项的外国电影。最后获得最佳外语片奖及摄影奖、艺术指导、
以及原创音乐4项肯定。重要是它也符合我们刚刚上面聊了这么多武侠片的3大特色。所以呢，真的是不介绍它会对不起我们的武侠片呢。对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温习一下它的故事。来喽。武侠人物李木柏，上海头武林退下来，古手枪师妹易修炼同其亲性感命途的枪面剑，交本比罗亚报官。武侠高手李木白想要隐退武林，托付师妹于秀莲将自己的爱剑清明剑转交给贝勒爷保管。没想到，一个武功东强的千金小子玉九龙，偷偷的走入王爷府，同枪面剑偷走。没想到，一位武功高强的千金小姐玉娇龙潜入王爷府，把清明剑偷走。在侵占枪面剑的过程当中，玉九龙、易修炼、李木柏3人唔打唔相识。玉九龍同易修煉2、3人，甚至還結做姊妹耶。在追回清明剑的過程中，玉嬌龍、於秀蓮、李木白3人不打不相識。玉嬌龍與於秀蓮2人甚至以姐妹相稱。李木柏你看準玉九龍以前亦有才情，想愛書記做師誒。李木白也看出玉嬌龍天資聰穎，想收他為徒。唔過，等到易修煉發現玉九龍同聰太逃犯必念父離關係凍層，像姊妹樣的感情就安尼變態嘞。可是，當於秀蓮發現玉嬌龍與重大逃犯閉眼狐狸關係匪淺，姐妹之情漸漸變質。相愛唔顧理想，追求自由的玉九龍，在面上美好的閉眼狐狸的影響下，天天的見來見蒼庸。想要擺脫禮俗、追求自由的玉嬌龍，也在聲名狼藉的閉眼狐狸影響之下，一步步踏上了不歸路。这部电影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为什么大家会说它是中西合并的武侠电影呢？是因为李安导演都是拍摄好莱坞的文艺电影，像是大家一定都知道了，理性与感性、冰风暴与魔鬼共骑，那这些都是西方的文本，跟中国的武侠功夫类型完全不一样。但是李安就是李安，他结合西方电影紧凑的那种叙事风格还有那个东方武侠的人文精神，所以连武侠比较少提及的那种什么侠骨柔情、人性软弱、爱恨情仇都在电影中呈现，因此这部《卧虎藏龙》就为李安导演带来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呢，也成功的证明了东方武侠风潮依然不同凡响。没错，而且这个《卧虎藏龙》是完全符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武侠片的3大特色，你应该记得第一就是我们的主角必须要有侠义之气。没错，《卧虎藏龙》里面的第一女主角于秀莲行侠仗义，她协助了师兄李木白追回清明剑；而第二女主角玉娇龙，她看不惯陈旧框架，勇于突破，很符合我们的侠义之气。没错，所以他们都是侠客。那另外武侠片的第2大特色是什么呢？绝世武功跟很厉害的兵器。你看像《卧虎藏龙》里面人人都要抢夺那把清明剑，你应该印象很深刻，因为它那个纹理就像是那个百龙盘旋
金光内敛，色略暗青，在历史上啊，就是把威风凛凛的名剑。哦，这特效还不错。而且呢，当时呢，李安导演为了要重现这把宝剑，还从古书里面找了资料，请了台湾非常资深的工艺师哦，来把清明宝剑做出来。这真的很用心除了那个很厉害的兵器之外啊，当然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要有高强的武功。那在这个卧虎藏龙的电影里面，每个角色的武功都是依据角色的个性来量身定做。哇哦，这些招式都是红遍好莱坞的武术指导袁和平一一设计的哦。大家对于袁和平呢一定不陌生的对，他出身武术世家，用活泼生动还有逗趣搞笑的打斗动作呢，设计了像是之前有醉拳。我跟你讲，我很喜欢看醉拳，对，就是要这样子。对，这个醉拳呢也捧红了成龙，对，真的超经典的，超经典。好，那还有呢，为李连杰设计了潇洒多变的武打招式，让太极张三丰的角色大受欢迎。哇，在当时真的超帅的超帅的，我很喜欢李连杰。那你喜欢金城武演的那一部？也喜欢。那朴宝剑那一部也喜欢。另外呢，袁和平除了在东方设计这些武术动作之外呢，他也在西方设计像是骇客任务对，有没有设计那个慢动作下腰的招式？对，超经典。对。是这样吗？请问为什么要咻咻咻下腰？为什么要咻咻咻？因为他下腰的时候会有东西飞过来啊！对，他要躲子弹嘛，对不对？对，然后让基努里维呢的闪躲子弹的身手红遍全球哦！咻咻咻，好，这样我接受。所以啊，像以往那个武侠动作片啊，都在那个打斗的招式上面是只求很近。招式要很好看就好了，有没有？大杀四方这种风格，但这些在卧虎藏龙啊都看不到。可是虽然都看不到，但是卧虎藏龙里导演李安要求的武打场面却有更难的境界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需要很多那种劲道，像刚、柔、松、软。怎么感觉很像在形容面条？有一点点。所以因此啊，那个武术指导袁和平他就花了非常大的心力，要帮演员呢特训，以及依照角色的需求来设计动作。还有啊，那个卧虎藏龙的轻功，你知道轻功很重要了吧？对不对？他的这个轻功啊，跟以往武侠电影的轻功不一样，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慢。尤其是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李慕白跟玉娇龙在竹林斗剑的那一场，要看起来毫不费力的踩在那软软的竹叶上面，拿着剑追来追去。你知道吗？据说啊，那短短的一场戏就拍了2个礼拜。哇！但是画面真的很美耶。对呀，你知道吗？他还花了大量的人力在那边拉钢丝，所以啊，我想那种看习惯传统武侠轻功的观众就会觉得很不习惯。不过呢，导演李安说，这样的轻功才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想象。所以呢，传统的武侠的轻功像是这样，我可以示范给大家听。可以了，大概是这样子。不过李安导演说的轻功怎样才是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想象呢？是这样子的，一下有其实老实说啦，就是你在用那个卷筒卫生纸示范的时候，我是自己脑中是蛮有画面的，是蛮有感觉的。不要看画面的话。还是有很棒的听觉啦。好啦。好，回到电影呢，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身体呢只靠着钢丝悬空，然后双脚踩在竹叶这么小的面积上，然后整片竹林呢又高又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根本站不稳好吗？但是画面很美，对对对，而且还要一拿起清明宝剑，要威风十足，侠气逼人，要当侠客，真的很难呢。所以我们两个还是当大侠爱吃汉堡包就好了。好了，再来就是第3个特色，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要透过声音来强化打斗的氛围，像是那个于秀莲啊、玉娇龙在这个镖局对打，镖局里的这种各式武器，双刀、长枪、铁棍等轮番上阵，这个兵器的声音真的逼真又丰富，被誉为卧虎藏龙最精彩的武打场面。哇，这个卧虎藏龙啊，除了吻合武侠片的3大特色，它也让武侠电影有了另一种新的高度，也是让它名留影史的原因。听完我们的分享，是不是有迫不及待想要重新来温习这部电影的呢？不过呢，先来跟我们一起吼哈发课语时间。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东方动作片，对吧？所以呢，分享的夯义肯定要跟打有关。对，因为呢，行走江湖免不了打打杀杀。好像不是这样是因为客语的打这个字很有趣黑暗呢黑啊，马改意思呢？马上分享给大家。好，速前一口思呢，我们要来先学会客语的打要怎么说。打在客语4线腔就是打，海陆腔打。学会了打，接下来有趣的来了，打拳4线腔大拳，海陆腔打拳，一大清早4线腔大揍，有没有听出来？早上也要来打一下。对，海陆腔打走。撒哈了嘞，是这个买酒，4线腔是大酒，有没有听出来？有，第一个字都是打，对不对？真的耶，所以你看买酒跟打有什么关系？但我们还是要打，所以海陆腔是打酒。还有买票，买票4线腔大胆，有没有也听出来了？有啊，买票也要打，所以海陆腔是打蛋。再来呢，过年的舞狮4线腔是大死，打在一头凶猛的狮子上，真的一定要打，所以海陆腔打死。好，撒哈来这个打呢，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4线腔大送，就是浪费或可惜的意思。海陆腔打怂。接下来还有这个打4线腔大妈把脉的意思，海陆腔打妈。还有再接下来这个打是出现在臭臭的味道里面，大屁放屁的意思，好臭，是谁打屁？海陆腔打屁。好，这样一路打下来，是不是有觉得很有趣？我要跟大家分享，刚刚听起来大家可能觉得好像有一点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意思是说，其实客家话有很多是打这个字作为开头，就打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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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的意思都不一样，可是都是打什么打什么。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打在客家话这么有趣的原因。猛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跟打有关的客语。踢仔打的客语，打拳。大田打天，一大清早大奏打走，买酒大酒打酒，买票大胆打蛋，舞狮大死打死，浪费或觉得可惜大送打怂，把脉大妈打妈，放屁大屁打屁。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听我们这个剧透客语的听众朋友就会知道，我们最后都会分享2种腔调，一个是4线腔跟海陆腔。事实上，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4线腔跟海陆腔它就是音颠倒。
刚刚大家应该没有搞混吧？我是说四线枪，我是说海陆枪。好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武侠跟功夫片，怎么可以不教打架怎么说呢？而且呢，江湖中一言不合就打架，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因为我们都不是侠客，但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打架的客语要怎么说。四线枪，熊大，是不是很好记？很好记啊，因为它的发音就是贴图那一只咖啡色的熊，熊大，熊大。那我就不教海陆枪了，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客家话打架怎么说，熊大。好好记哦，我觉得这才是你最终的梗吧。好啦，学会了之后，师姐，你是不是觉得客家人很会打了呢？师弟，我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喜欢的武侠电影，欢迎留言分享哦。谢谢师姐，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喽。哎，拜拜，下次见，分尾聊。咻咻咻，敢问师弟，我们俩可以简单的来演一下吗？教大家怎么区分武侠片、功夫片、好莱坞动作片这3种类型呢？好的，师姐，好莱坞的动作片呢，就是什么 ？Where's my daughter？ 我打。武侠片就是什么？你居然是我的杀父仇人，还偷我家祖传武功秘籍！我打。功夫片就是什么？你敢说我是东亚病夫？我打。虽然原因都不同，但是最后的结局都是我打。熊大。咻咻咻咻。